做伙来祈祷。天父天主，感谢你，有阮会当三甲烧酒做阵，伫定面的所在，伫遮来研习，也来学习圣经你的话。愿你的神甲阮同在，赐予阮在你伫遮自这个时间，祈祷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来咱的教会，咱三甲敬拜上帝。咱在读圣经，特别是马太福音书，咱会记得了解马太福音书编辑有真特别的方法，伊拢总有收五段落，是关于耶稣的教示。头一个段落就是第5章到第7章。这个第5章到第7章，咱一般把叫做山顶的教示。这个是咱若来看，拢收集耶稣所伫讲的话。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第6章第50到15节，这是咧讲到祈祷。第1节到第4节是咧讲摕物件帮赞人，一般看做施舍，若民间宗教的看做布施。然后咱若对16节来读，咱会去读到救者。犹太人安尼教，讲逐个人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来记得3项代志。头一项代志就是咧讲要安怎帮助人，第2项代志是咧讲祈祷，第3项是咧讲救者。咱嘛会当通知救者常常是甲祈祷结连做伙。做一个犹太人，伊袂随便救者，伊袂随便，因为若救者通常是拄着大灾难、真艰苦的时阵的救者。这甲咱今仔日台湾的基督徒无啥共款，台湾基督徒想着着救者，较袂着着救者。欢喜的日，包括过年，佫会通宵救者祈祷。这拢甲圣经原来咧讲的是无共款咱若去读遍圣经来看，有救者拢是发生大灾害，是厝内有真艰苦的代志发生的时阵。我做牧师伫教会伫牧会，拢定听到信徒在甲我问即个问题：牧师，阮得爱安怎祈祷上帝才会听？我讲上帝拢会听，你毋免烦恼。伊讲无呢，祈祷足久，上帝拢袂听。咱较爱上帝，互咱感觉伊有听咱祈祷，就是譬如安尼讲。讲今仔日要礼拜，咱就来遮祈祷。上帝你得互雨停，会友买来较方便。祈祷了雨水停，你看上帝有听咱祈祷。若祈祷了雨哪大阵，咱的感觉就拢无共。这是咱所爱。其实我定在甲信徒讲，上帝拢会听咱祈祷，上帝绝对拢会听，但是应答的方式，甲咱伫想的无共款。有的会友伫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讲，牧师，我着安怎祈祷，上帝会感动。我讲是安怎你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我看有人足够祈祷的，哎哟呀，祈祷到我流目屎挡拢袂掉。我拢会甲即种的会友讲，是你挡袂掉，上帝可能拢无听到。因为有人咧祈祷是为着要互人感动，所以伊会去找真侪水的名词、水的话语，去抄真侪水的话来做祈祷文。其实咱先了解即种的人物，咱祈祷的对象是上帝，毋是人。所以咱若祈祷的对象是上帝，上帝知影咱心思意念，
伊知咱头壳内底想什么代志，所以毋免假落去了。所以讲写真水的话，上帝会听有影。我定有一个真深的经验，什么种人才会想要祈祷的是讲真水的话，拢大人，特别是阮遮的牧师人。什么种人祈祷上实在？囡仔祈祷上实在。我带孙仔食饭要祈祷，祈祷小可较久，阮孙仔就目睭水爬开，阿公太久。所以后来迄个了，我带孙仔食饭祈祷，拢足简单。上帝感谢你，我要食饭啊！靠耶稣的名，伊孙仔拢足大声，阿妹。我办儿童营伫9月，我算真有办这个活动，囡仔真侪拢是外面的囡仔来，囡仔来甲咱教伊一样代志。上课开始祈祷，下课嘛祈祷，食点心嘛祈祷，要转去进前，牧师伫咧祝祷，所以无论是信徒的囡仔，毋是信徒的囡仔来，拢知影第二日开始就拢知影爱祈祷。有一日有一个囡仔下晡5点下课转去，一直哭到迄暝7点，拢总无爱食饭，无论讲啥，老爸讲啥问啥，拢无爱应。这老爸感觉真奇怪，因为迄毋是信徒，所以就带囡仔来。伊讲牧师，我的囡仔下晡来上课，5点下课，我来带转去到阵，拢无爱食饭，干一直哭。我就问这个囡仔，到底什么代志？这个囡仔讲上课进前，我有甲另外一个同学相拍，老师上课的时叫迄个同学祈祷。迄个同学祈祷，甲上帝讲我甲拍。这个囡仔相信上帝听到，互伊拍迄个同学在祈祷，大家惊死。所以我带这个囡仔讲，牧师带你祈祷我讲一句你对我讲一句你讲好。我讲。天顶的上帝，我以后袂和人相拍，你袂赦免我多谢你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囡仔祈祷了，甲伊老爸手摊讲：“爸爸回家吃饭。”我相信咱绝对袂安尼祈祷，咱相拍嘛会祈祷，咱连讲都毋敢讲，若要讲，可以讲甲真温柔。可以讲甲真好听，这是大人甲囡仔无共款。我逐礼拜伫和信病院伫工作，拢会拄着信徒破病入院，听到有牧师伫遐，就真欢喜，就真爱牧师去传祈祷。什么种人才会想到要爱牧师祈祷？大概拢是信徒。我讲你嘛会当家己祈祷，信徒常常会安尼讲。牧师，我已经足久无祈祷，我讲你拢无去礼拜对。伊讲前起来台北读册了，就无去礼拜。我讲你细汉有去参加主日？伊讲有。我讲有参加过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讲有。我讲安尼你应该会晓祈祷。伊讲毋过我足久无祈祷啊。我讲安尼搁较爱祈祷。伊讲上帝可能拢毋捌我。我讲上帝捌你，你祈祷看觅。伊讲莫啦，牧师你带祈祷。我拢会甲信徒即种的病人讲我祈祷较无效。因为我一个开喙，上帝就知，佫是你。你拢毋捌咧祈祷，你即摆一个开喙，上帝听到。你爱祈祷，我无来甲你听看卖咧。咱定定感觉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掠准牧师祈祷较有效。我甲你讲，无影。
咱大家人家己祈祷比牧师祈祷较有法，唔相信你才试看。一个上大的错误，就是用这种的方法在受传道者，啊，这无好，这无好，伫信仰上嘛无健康哦。咱得了解祈祷上重要的对象，就是天顶的上帝。啊，咱若面对天顶的上帝祈祷，头一个上重要的态度就是谦卑落来。这个谦卑的头一项，就是真捌咱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啊，这个是真要紧。啊，咱面对的若是上帝。啊，咱就知影，咱的上帝看咱的什么内心，伊毋是咧看咱的外貌，所以咱的外貌上，无论你用偌水的祈祷、祈祷的文句、祈祷的话，会拢袂去暗藏人的内心的意念。这个认法是真要紧。祈祷若是面对上帝。安尼，咱的祈祷的态度就袂使凊彩，毋好凊彩，来有严肃的态度。因为上帝是咱生命的主，我有真长的时间在带大专的学生，圣经神学研究班，啊暗时会分组，啊分组就是祈祷会。我头一日我拢大概做这个代志，就是分纸互因，啊爱因将祈祷文甲写起来。其中就有迄个学生甲我讲，伊毋捌写过祈祷文，伊讲祈祷是要安怎用写？我讲啊，你得念的话一句一句甲伊写起来。伊讲安尼伊袂晓祈祷，我讲你嘛介奇怪。你祈祷的头一句讲啥？你讲主啊，我讲啊主啊，你得来写下主啊。啊，其实伊就是有这个问题。咱一定捌听过有人祈祷对头到尾拢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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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规祷文规个对头到尾，你若搭录音啊搭编起来，迄个主啊，你拢嘛。缩缩甲我毋知影伊在讲啥。啊，这就是咱今仔日咧读圣经咧讲，祈祷祈祷，来注意毋好亲像假好的人。我叫因写开了，半点钟后，我会叫因摕互隔壁的人去读，摕互隔壁的人去读，将迄祈祷文甲读出。有的学生确实是。有经验的，啊真用心，啊像我咧讲的即种讲袂晓写的即种，伊后来才甲伊讲，伊讲伊毋捌有即个经验，伊即马知影伊的祈祷，其实毋知影伊在讲啥货。啊，即个就真重要，所以我伫教会咧牧会见啊私会的人，拜六拢爱来找我，无论什么人私会，拜六拢爱来。啊，将圣经读互我听，圣诗读互我听，会搁写一篇祈祷文读互我听，看卖。这是一种的训练，互咱通知祈祷莫凊彩，啊礼拜着爱真慎重。啊，咱即摆来看卖，咱所读的圣经是安怎写？马太第6章，来圣经拢家抛开啊。第6章第5节，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，是讲恁祈祷的时，毋通亲像心中人，是讲假好的人哦，假好的人，伊比较有水灵态度是安尼，讲因爱互人看，故意徛伫会堂亚是路口祈祷。故意徛伫会堂亚是路口祈祷，会堂就是咧敬拜上帝的所在，啊路口，伊原内底指的路口，就是人来来去去上界济的所在。
这个路口其实就是安尼，犹太人有这个规定，逐日上少有3遍是祈祷的时间，头一遍是早起是9点，第2遍是中昼时12点，第3遍是下晡3点，这是公开的祈祷的时间。所以就有即种人为着要互知影伊前后祈祷，爱伊会早时间，迄个12点我就爱开始对阮兜行出，大行去到路口，拄会堂的正大，爱伫徛在路口作大声祈祷。这就是伫祈祷要互听的，毋是要互上帝听。即种的祈祷叫做加好的人的祈祷。耶稣的教是讲，伊已经得到伊的报酬，因为是安怎要互学老，人会甲你学老讲，你足够祈祷的，祈祷甲真好听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就无报酬。安尼听有？所以会记你若祈祷了，确定会有甲你讲，你再去祈祷真好，安尼你天顶就冇事。所以祈祷学习的头一项是，互咱谦卑真实面对上帝，因为祈祷是要甲上帝讲话安尼咱就当通知影，伊讲会堂。会堂伫犹太人是伫巴比伦，同掠去巴比伦做奴隶伫遐来经营。10个结婚过的查甫人会当成立一间会堂。会堂敢若2个上重要的功能，头一个就是祈祷，第2个就是读圣经，这是会堂。所以会堂伊嘛有分新疆人坐什么所在，较有社会名望地位的，拢坐伫上头前。这甲咱今仔日长老会信徒无啥共款，拢足惊牧师讲道屁满甲屁着，所以头前拢无人要坐，拢坐到上。犹太人袂安尼，犹太人足爱坐头前的位，因为头前的位，因感觉迄个是上要紧。耶稣的教是因讲祈祷，毋免去抢伫会堂大声，也毋免去街路口的所在。咱即马来看第6节，伊讲祈祷在关伫别房，这是安怎？咱会讲爱关伫别房咱会当通知伫无人看到的所在，非常实在，是安怎？因为拢无人听会到。这个目房，伊原来意思是讲，你放迄个上贵重的物件的所在，一般的人看袂到，这叫做目房咱若想比如讲翁仔某若搬家你会伫教会祈祷互听。上帝，我甲你讲，昨阮翁甲我拍，你得互伊手断去，你安尼祈祷。你嘛袂伫教会伫祈祷，还是伫较侪人的所在祈祷，然后伫讲你心内不足甲艰苦，除非有人破病，你需要亲人至亲的人艰苦，你需要人替祈祷，上帝祈祷。若无伫目房，就是你心内上迫切、上意爱的想的，你伫迄个所在会讲出来。所以耶稣伫讲，即种的真实，就是倒转去伫别房的所在，伫遐上帝会听。迄个时阵的祈祷真实，上帝会听。即种的人的祈祷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任务。所以祈祷不是凭大声。你也看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26节、27节，连起来看卖。罗马书第8章，咱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。
第八章26节、27节，伊讲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要安怎样祈祷。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，透开替咱祈祷，了解人内心的上帝，明白圣神的意思，用圣神照上帝旨意替信徒祈祷。保罗在讲这个话，就是讲有时阵咱艰苦甲讲袂出来。这个心内艰苦，有时阵连祈祷的话讲袂出来，你嘛免烦恼讲，因为安尼你无祈祷，上帝无听无。伊讲圣神用咱讲袂出来话，圣神已经将咱的祈祷带到伫上帝的所在。啊，这个就是在讲着祈祷伫别房伊带来的功效。啊，咱即马来看第7节、第8节。倒来看马太第6章第7节、第8节。马太第6章第7节、第8节，伊伫遮就讲着祈祷的时，伊讲你有祈祷的时，毋好亲像外邦人。讲了去讲，因为因想讲较济话，上帝才会听见。即个讲较济话，就是讲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安尼上帝会听见。啊，什么叫做外邦人？外邦人的一个意思就是讲毋捌上帝的人，毋捌上帝的人，这叫做外邦人。佮另外一种人叫做骄傲的人。啊，咱若注意来看，伊讲毋好亲像因定用重复无意义的话，这就是我头先在讲，有个人祈祷开喙就主啊，讲每一句话进前拢会主啊，啊，这叫做啥？无得准备的祈祷，啊是讲毋捌上帝的人祈祷。我一边去病院，还是一个医界真出名的人，伊破病，伊拢无爱互人甲伊看。你知影，哪出名的人，哪惊人知影伊破病，伊就无爱互人看。啊，无爱互人看，病院感觉安尼无好，所以嘛知影伊搞偏。就人去找病院高站的人去找，甲伊讲。阮遮有一个牧师叫做罗俊义啊，来看你好，我会较紧语过。这个是新的，语过了讲这个会使。啊，我去病院拢会亲像这个衫，牧师的衫，所以我去遐就拢一个日记，来看着我。伊是罗牧师，我讲着，我甲你讲，祈祷无效。爱因斯坦的兄哥是数学家，伊有统计过破病祈祷无效。我讲，我知影祈祷毋是要治病，破病得找医生，毋好想讲破病祈祷会好。迄个是错误，也是讲无真正正确认捌祈祷的意义。祈祷是咧表明我甲上帝有关系，所以我会甲伊讲。祈祷嘛咧表明我甲上帝关系真好，所以祈祷。所以祈祷若是咧甲上帝讲话，祈祷就是咧表明我需要上帝，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。我需要上帝扶持帮助。啊，就安尼，伊就开始讲伊的看法，啊，我讲我的看法，啊，我哪讲伊哪兴奋，啊，讲到落尾，啊，过一段时间，差不多有40分钟，我看伊在下去，我讲安尼，教授互你休困，我过来看别个病人。
我咧活当心要离开病房，伊才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无事你还袂带我祈祷。我进来了讲啊，你咧讲祈祷无效，我要带你祈祷。不，我无安尼讲，我嘛是活当心牵伊的手，来带伊祈祷。我要拍算祈祷到落尾，会讲靠耶稣的名压咧，伊嘛足大声。后来我返来到厝，伊的负责人拍电话来，伊讲罗牧师，敢会当拜托你，逐日来替我的先生祈祷。人若是骄傲，就免祈祷，因为骄傲的人心内无上帝。这是诗篇14篇第1节所讲的话。骄傲的人心内无上帝。若心内无上帝，祈祷是咧甲上帝讲话，就无意义。所以祈祷是咧表明咱甲上帝关系非常好，真密切。这个才是咧讲着祈祷。所以祈祷毋免耶稣咧讲，毋好亲像遐无认捌上帝的人，即个所谓外邦人，祈祷真长。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人物。然后咱看第8节，伊讲伫遐个祈祷的大声，上帝已经知，伊讲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。上帝知咱的心思意念，所以咱知影上帝真清楚，咱要祈祷是咱所需要是甚物货。有个信徒读到即句话，就甲我讲：安尼敢会去祈祷？我讲你就莫祈祷就好。你若感觉是安尼，你就莫祈祷。其实咱咧讲圣经有一个字眼，定定出现叫做义人。就讲阿伯拉罕伫上帝目睭中叫做什么人？义人。什么叫做义人？义人就是讲甲上帝关系非常密切，非常好势。我伫病院拄着一个护理师，迄个是真趣味。伊逐日拢会拍电话转去台南，互伊的老母，老母是伫菜市仔咧卖菜。伊逐日若上班了后，伊拢会拍电话转去。伊会甲伊的老母讲，电话架台头一句话，你知影拢讲啥？妈妈，我爱你。咱知影庄卡的负责人听即句话，拢规身躯起鸡皮疙瘩。所以老母头一遍听着查某囝对病人拍电话，等于头一句话讲妈妈，我爱你，伊来讲三八查某。啊，毋过即个查某囝真重视，伊若下班，就拍电话转去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伊一定拍电话转去，互伊的老母。伊老讲一个月后，伊若甲因老母讲妈妈我爱你，因老母会搁来应一句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落尾即摆换因老母接电话起来，听到查某囝拍电话转来。查某囝还未开始讲话，伊就讲查某囝，我先爱你。这就是在讲这个关系是哪来哪密切，因为有在讲话，有在来去，所以唔好想讲上帝知，咱就爱祈祷。上帝知，咱佫较需要保持这个关系的密切。然后第9节开始，咱来注意看。第9节开始，就是咱所熟悉耶稣在教示伊的学生祈祷。伊咧祈祷的头一句话讲：阮伫天面的爸。安尼就是讲，上帝是咱的天父，亲像咱的老爸。以色列人用3种方法来表明。因生命连结袂当切开的，所以伊咧讲祈祷上帝，就亲像咱的老爸，安尼爱甲上帝讲
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环。咱毋是甲上帝变，上帝是亲像咱的老爸，咱是上帝的囝。这是以色列人伫起做因甲上帝迄个生命结连，袂当分开。所以老爸是囡仔生命的来源，这是头前。第二，以色列人起做起来关系，甲上帝关系是夫妇。上帝是丈夫，因是上帝所立约的某，这个是第二个真要紧的关系。第三个关系，上帝是创造者，因是被创造，所以上帝是生命的主。以色列人是上帝创造的作品，这是三种袂当分开真要紧的关系。安尼头一句咧讲，阮伫天边的爸，就是咧甲上帝讲，我是你的什么囝子。第二句话，咱咧看，伊讲，愿你的名受尊重，愿你的名圣。安尼就是讲，上帝名应该得到呵乐。这是耶稣伫甲伊的学生讲，会记得会晓呵乐上帝。伫呵乐上帝，就是伊的名受尊重，这个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含义。讲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，生命的源头是上帝。咱看第三句话，伊讲原理实行主权，原理的旨意实现。上帝主权，上帝旨意，安尼就是咧讲人应该顺服上帝的话。咱有时阵祈祷拢定咧要求上帝听咱的话，所以祈祷有人会讲：上帝啊，你得听我即马在甲你讲啥，你得注意听。迄话句拢安尼在表明，这是一个无正确的态度。祈祷是在问上帝到底我安怎来进入你的旨意？我定甲破病会友入去病院的会友安尼讲，无定咧破病祈祷上帝啊，你得医治我，互我的病较紧好起来。应该是安尼祈祷，讲上帝，我伫破病中间，你要甲我讲什么话？互我伫艰苦的中间来认捌。你要甲我讲的话，所以咱会当看出耶稣伫遮在讲，愿你的名得到尊重，就是咱较熟悉的话讲做愿你的名圣。安尼就是在讲一个真要紧的所在，无黑白人山用上帝的名。然后伊在讲上帝旨意伫天亲像伫地里，是讲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伊其实意思就是讲，无论是天顶地下，大家会照上帝教示去行。所以咧祈祷的时阵，咱咧甲上帝表明，就是讲，互阮会晓遵从你的教示来活伫即个世间。再落去，咱看即句话第正意思，伊搁落去讲什么？伊讲，阮的日式伫哪日？阮日式就是讲逐日，安尼就是讲，我会晓通知足。我即马到遐，我安尼祈祷，感谢上帝，我已经到遐。我定咧甲教会讲即个问题，就是讲教会若是奉献到遐，搁有村就是到遐，有村叫做啥？收济。若有村收济，
无客去帮助人，搁咧祈祷上帝手术较济，这叫做啥？贪心。啊，若保罗讲贪心定义是啥？贪心定义是啥？来先看卖《以弗所书》第5章第5节。圣经掀起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第5章第5节。也是掀哥罗西书嘛，不要紧。第3章第5节。贪心叫做啥？拜偶像，所以定定伫教会拜偶像有无？毋好定想讲拜偶像是伫庙里咯。我定定发现教会比伫庙顶拜拜人更较贪。教会若有存钱，袂晓摕出来帮助人，啊，搁咧祈祷上帝手术较济，迄叫做啥？叫做啥？你看人讲袂啥。所以咱做中级的人，特别做长老的人，爱真注意这个代志。咱的教会平常会若是有剩，咱会想看要安怎摕去帮助。啊，你若无爱帮助遐个无信耶稣的人，上少你嘛会晓摕去帮助平平咱信耶稣的人，有欠缺的教会，安尼甲伊帮助。我伫东方教会伫牧会，我哋拢会安尼感觉。咱来找对一间教会，连要聘传道者的经常费都无够。咱的教会有义务、有责任来帮助伊。所以东方教会伫我哋牧会的时阵，逐个月帮助10个单位、8间教会2个事工机构。教会无较善，毋但无较善，搁去见证一下，因为咱会晓帮助人，上帝听咱无够，啊，搁知影咱会帮助人，所以上帝哪想事就哪做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，非常要紧的观念。所以咱做长老，就要有这个认捌。教会经常是逐天结算了有剩，就无用真济奇奇怪怪的名词，什么建筑经费，啊，一礼拜就去甲遐大栋来，还搁去建筑经费。啊，无伫遐变工变通，讲留一个什么费，啊，存济钱。我甲你讲，钱存伤济，拢是犯罪一个诱因。你要相信无？咱的马街病若了钱，我才看新人要去做董事。教会定定因为钱伤济，做真犯罪的一个动力。所以耶稣搁落去一句话讲什么？互阮无得。什么叫做入智？就是讲毋通互阮对上帝有遥疑的心，专心信靠上帝。这个是祈祷一个上基本。我安尼祈祷，我相信上帝有听。毋通互我有犯罪的念头，叫做无得带阮入智，救阮脱离。歹什么叫做歹？以圣经的解释，歹就是诱惑人，带人离开，互人对上帝怀疑，这个叫做歹。所以圣经的内面，咱若特别去读内容去，咱拢会读到一句话，叫做什么？讲对一个王，做比伊的对伊的祖先学习着歹。迄个学习着歹，就是离开上帝；好，就是亲近上帝，甲上帝结连。所以咱看耶稣的祈祷，伊讲：我的日时今仔日互我，
即个就是咧讲到即种会晓知足、会晓通感恩的心，啊，然后讲，我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。什么叫做过负？过负就是疼人无够，叫做过负。圣经的内面敢在讲啥？会晓疼人，啊，若疼无够，就是欠亏上帝的恩典。啊，这就是我头先在讲，会晓知足，特别有贪念。然后14节、15节，就是底倒转来进一步说明12节。所以才在讲，若不要赦免别人，要祈求上帝赦免咱，就真欠亏。咱嘛会当安尼讲，若不要疼别人，搁咧祈祷上帝疼咱，迄是真奇怪祈祷的态度。啊，这个是咱今仔日对这个祈祷文咧学习的一个教示。所以咱即摆咧圣经读到遮，咱得学习到即项。祈祷是面对上帝，所以态度得爱严肃，毋好凊彩。知影咱在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主，伊在看咱的内心，所以祈祷是敬虔的态度来开始。咱做伙来看一则圣经在约翰第9章31节。约翰第9章31节，咱咧看这个青年人得到耶稣医治了真济，这个宗教领袖在大迫害时，这个青年人是安尼讲，31节，伊讲咱知上帝无听心人祈祷。罪人祈祷，伊咧讲罪人，就是讲无相信上帝人。啊，搁来伊讲啥？毋古人若心里会敬畏上帝，实行伊的旨意，上帝就甘听。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啊，上帝的旨意就是爱咱做什么，不要去听人亲像家。这个就是我头先在讲，会晓知足的心，敬虔的心，所以敬虔兼知足，上帝手术就到了。然后咱咧看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伊在甲咱讲的一项真要紧，就是对内心诚实所讲的话，上帝拢有在听。所以祈祷就是对上帝有信心，有敬虔的心，嘛是在表明咱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，知伊的应允。所以上帝安怎在应允？伊听咱的祈祷，我就是定在甲咱讲，上帝在启示人用3种的方法。头一种是天使，恁听伫即卖圣经嘛，无人知，逐个人出世身躯带2项物件来，逐个人身躯顶拢有，逐个人身躯顶拢有一个天使。啊，咱可能过去拢互迄种什么卡片啊，还是红仔图。画家拢迷惑咱天使吼，生得水当当啊，镜头发实啊，毋是。啊，搁有人哦，真爱去美容整形，讲安尼较像天使，无。迄真够整形的哦，台湾人互伊即句话搁袂歹，叫做魔鬼的心脏，伊无讲迄叫做天使。什么时阵？人看到咱讲亲像天使，什么时阵？当你会晓听啦，你定咧帮助人，迄个受你帮助的看到你会讲啥？你是我的天使。你是我的天使。逐个人身躯顶拢有一个天使，所以你什么时阵互人看见你亲像天使，就是你会晓伸手帮助人。教会嘛是共款。人看见教会，看见上帝，
那伊讲即间教会有天使，就是因为咱的教会有在帮助嘛，毋是讲看着讲迄那魔鬼在自救的所以。逐个人身躯顶拢有一本册，毋是圣经哦，咱拢无咧读圣经的读册。逐个人身躯顶出世拢有早一个天使来，出世拢有早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生命册。启示录20章12节，来掀起来看卖20章12节。启示录20章12节，启示录20章12节讲什么？伊讲无论什么人，无论贫贱富贵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逐个人死去的时，迄本生命册拢爱掀开，然后上帝经过啥做审判？生命册所记的做审判。什人得记本生命册？那咱家己写会写啥？2017年6月18，早起我有去礼拜，罗牧师讲道，这是咱家己会写。若天使会安尼写？2017年6月18，即个人有去礼拜，心拢无伫遐。因为天使看什么？看咱的内心，所以生命册是天使得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有敬虔的态度在讲话，咱有谦卑的态度在应答上帝，咱有在实践上帝教示、实践伊的旨意后，天使得记。咱的生命册会劈开伫上帝面前，伊是咱生命的主，用迄个做心。所以耶稣这个教示，咱有明白，我想就较有帮助，咱会知用什么态度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学习耶稣的教示，成做阮每一日人生生活的要素。愿你的神帮助阮，互阮因为圣经的话来得到开力甲帮助。祈祷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